咁樣就唯有就轉移睇下我部 iPhone 16 Pro 仲有咩其他用途啦。其實電話咪就係電話嘅功能咯，仲有咩其他嘢需要發掘咧？就係講緊 iPhone 一個好少人知或者知道人亦都好少用嘅專業電影廣告級嘅拍攝功能。講緊嘅唔係鏡頭啊，或者啲感光 CMOS，正係因為測試咧，又買多咗另一件無聊嘅嘢，就係電影嘅變形鏡頭 anamorphic lens。不過咧，呢個係迷你版，係專係俾手機用嘅。好，又得閒翻嚟地球啦。上次條片講到啦，買咗部 iPhone 16 Pro 就係為咗試用 Sony Mocopy 呢套被認為係民用版嘅 3D Motion Capture 系統。其實就係6粒比3樓大少少嘅 sensor 啦，戴喺手腳頭嗰度，身體喐嗰陣時候咧，我呢個人類化身就跟住喐，聽起上嚟咧係幾方便嘅。結果上次條片都有講到啦，當然係令人大失所望啦。而家呢6粒 sensor 咧，基本上係處於半放棄嘅狀態。其實我都曾經試過力挽狂瀾啊，係盡量發掘佢嘅用途嘅。早嗰輪先試完佢嗰個電腦程式啊，因為 Mocopy 仲有個叫 Mocopy PC 嘅電腦程式咧，就安喺電腦嗰度嘅，就係帶翻個6粒 sensor 啦，然之後將嗰啲 motion 嘅數據咧傳落個手機 app 嗰度啦，再由個手機 app 將啲數據傳翻落呢個電腦程式嗰度啦，咁啊做翻錄影啊之類嗰啲用途。雖然咧，其實咁都有啲多鬼餘嘅，因為呢6粒 sensor 加手機嘅 app 就係貪佢流動性強啫嘛。如果結果又要用翻部電腦嘅話，咁我不如用電腦嗰個 webcam。不過都試下啦，但係個手機 app 嘅數據連結去電腦嗰度咧，又要經過 WiFi 喎。如果駁線嘅話咧，就淨係 Android 手機先得 ，iPhone 又唔得喎。好，不過都算啦。嗰個電腦程式叫 Mocopy PC 嘅，要喺 Microsoft App Store 嗰度買嘅喎，而且30日試用期之後咧，仲要每個月俾30幾蚊嘅。不過都算啦 ，install 嚟試下啦。個一 install 咗之後，真係激到爆血管啊！大家睇下嗰個 menu 嗰啲字咧，細過粒芝麻。我相信咧，可能其他嘅機咧係冇呢個問題嘅，可能部機唔同嘅。但係嗰個程式裏邊又冇得俾人校翻大粒字喎，唔通真係要改裏邊嗰啲 program 嗰啲 file 嚟自己整大粒字咩？總之又唔見按 Photoshop 啊、Microsoft Word 啊呢啲電腦程式會係部機唔同，有啲機係特別細粒字嘅。總之個感覺咧就係 Sony 咧就係想話俾我聽，唔好再嘥時間去呢度嘢嗰度噶啦，就係冇乜用途嘅咁嘅樣咯。雖然我都 send 咗個 email 咧係問 Sony 嘅，但係隔咗好耐佢當然係唔會覆我啦。咁樣就唯有就轉移睇下我部 iPhone 16 Pro 仲有咩其他用途啦。其實電話咪就係電話嘅功能咯，仲有咩其他嘢需要發掘咧？就係講緊 iPhone 一個好少人知或者知道人亦都好少用嘅專業電影廣告級嘅拍攝功能。講緊嘅唔係鏡頭啊，或者啲感光 CMOS。基本上唔同牌子嘅旗艦機塊感光 CMOS 咧，大極都係1寸左右，冇可能係可以同啲專業級嘅攝影機相比嘅。不過話時話喎，啲手機生產商真係唔介意將一塊好大嘅 CMOS 擺個手機度啊，因為而家啲旗艦機都賣成過萬蚊㗎啦，俾多少少錢大家都係好願意嘅，只係受制於個手機係比較薄身啊。你放塊咁大嘅感光元件落去咧，嗰啲鏡頭都對唔到焦，即係好似一張寫滿字嘅 A4 紙懟到埋你面前啊，你隻眼都對焦唔到啦。今次講緊嘅係拍攝影片時候嗰個儲存格式，儲存格式都有唔同嘅咩？有咩分別？淨係檔案大小都好大分別。而家大部分嘅手機或者相機拍攝影片檔案嘅時候咧，係會即時將啲檔案壓縮嘅，即係大家成日見到嗰啲咩 H.264或者 H.265壓縮格式啦，通常越新嘅壓縮格式就標榜佢哋可以將個檔案壓得越細之餘咧，亦都盡量保留此檔案嗰啲資料。咁究竟縮度有幾細咧？就以最原始嘅 RAW 檔案為作比較啦。用最新嘅壓縮格式壓出嚟嗰啲檔案咧，即係而家大家喺手機度見到嗰啲檔案格式咧，係會細咗170幾倍嘅，冇錯係細咗成100幾倍㗎。
當然啦，啲檔案可以壓縮得咁細，係多得而家嘅圖像處理晶片嘅運算速度比較快啦。而且雖然話新嘅壓縮方式咧係可以盡量保留呢個原始檔案嘅原汁原味，但係都係有啲資料會損失咗嘅。通常係啲暗燈光啊，或者嗰個contrast 比較大，即係嗰個畫面裏邊有一忽就好光，有一忽就好暗嘅時候咧，就會比較覺眼噶啦。你用手機睇就當然未必覺啦，所以對於啲專業嘅廣告或者電影嘅拍攝用途咧，其實都係唔足夠嘅。iPhone 13 Pro 開始咧就容許啲用家拍攝影片嘅時候咧，用一種叫做 ProRes 嘅 format 去儲存影片啦。呢種格式咧其實都係有壓縮嘅，只不過比較壓縮得少啲咁解嘅啫。呢種格式咧，其實都有唔同嘅 level 之分嘅。咁俾一個概念俾大家啦，通常影1分鐘 ProRes 嘅 4K 30 frame per second 嘅影片嚟講咧，只不過1分鐘咧都要用到6.1G 咁大㗎啦。即係你手機嗰啲 memory 咧，就好快就會爆晒㗎啦。咁因此啊，iPhone 亦都破天荒咧，係容許啲人咧係用呢個經過條 Type C 嗰個線咧，係外置一個 SSD 記憶 hard disk 係嚟儲存啲檔案。不過大家小心喎，係要 iPhone 16 Pro 以上嘅嗰個 Type C 嗰個速度咧，先係夠快，同埋你都要買翻個速度比較快嘅外置 SSD 咧，先可以做到呢個效果㗎。如果唔係咧，可能你錄，因為個檔案實在太大啊，可能你錄咗分幾鐘之後就會有出現問題㗎啦。所以大家呢樣嘢要小心。好啦，究竟點樣先可以將拍攝影片嘅儲存格式轉為 ProRes 咧？嗱，方法咧就係喺 iPhone 嘅設定裏邊再 click 相機，再 click 格式之後就開翻呢個 ProRes。不過想再專業啲咧，其實建議大家用一個免費嘅 app 叫 Blackmagic Camera。Blackmagic 其實本身呢個牌子係有出好多專業嘅攝影器材嘅，所以佢出嘅 PC 嘅程式 DaVinci 啦，即係剪片用嘅，其實都係免費㗎。除非你好似要剪 4K 片啊，或者 output 4K 片先要俾錢，同埋都好平嘅，好似2000幾蚊買斷嘅。如果我未記錯嘅話，而呢個 Blackmagic Camera App 咧，亦都係好專業嘅，亦都係唔使錢嘅。所以啲人話點解佢出啲咁抵用嘅嘢咧，就係因為想多啲人咧係熟習咗之後咧，會買翻佢啲專業嘅器材。不過唔好理啦，總之係呢個好抵用啦。咁如果用 Blackmagic Camera App 嘅話咧，嚟拍攝嘅話咧，可以揀嗰個儲存格式咧，揀埋唔同 level 嘅 ProRes， 即係有啲比較壓縮得多啲嘅 ProRes LT 啊，或者之後再上一級嗰啲 ProRes HD 啊咁嘅樣。加上呢個 app 本身又可以計光圈快門 ISO， 有好多圖表俾你睇啊，都係幾好用㗎。不過咧就需要啲時間嚟學習啦。其實用手機做專業拍攝用途，即係咩話用手機拍電影咁，我覺得都係堅力嚟嘅。因為一來啦，一部旗艦手機都成個萬蚊，絕對唔係平。而用嘅鏡頭又只要用翻手機嗰3個鏡頭。最緊要就係咧拎住部手機拍攝嘅時候咧，其實就係唔多舒服嘅。若果加翻啲 rig 啊或者手柄嘅話咧，咁結果出嚟咪仲分分鐘大過一部相機。所以咧，我今次都係因為既然買咗部 iPhone 16 Pro 咧，貪得意嚟做測試一下嘅。正係因為測試咧，又買多咗另一件無聊嘅嘢，就係電影嘅變形鏡頭 Anamorphic Lens。不過咧，呢個係迷你版，係專係俾手機用嘅。呢種鏡頭係點嚟嘅呢？就係100幾年前電視啱啱出現嘅時候咧，對電影業咧打擊非常之大，因為人人喺屋企都可以睇到影片啊嘛，就唔使去戲院啦。於是電影界嘅人咧就諗咗個方法，就係將電影咧拍成一個闊銀幕。一般電視都係4:3左右啦，個長闊比例。但係電影如果做到16:9或者更闊嘅話，睇嘅觀眾咧就感覺到有包圍感，就震撼性更大咧。果然咧，呢個方法係真係引到多翻好多人去戲院嘅。不過問題就係嚟啦，嗰個菲林都係咁上下大嘅，有咩方法喺唔改動啲器材嘅情況下咧，可以拍到啲闊銀幕電影咧？有人諗咗一個好聰明嘅方法，就係發明一種鏡頭咧，係將啲影像咧左右咁樣壓縮，係淨係左右啫，上下冇影響嘅，即係撳扁咗個影像。到放映嗰陣時候，用另一個鏡頭咧將佢拉翻闊佢，咁咪用一個比較經濟嘅成本可以拍到呢個闊
闊銀幕嘅效果咯。果然呢個方法係非常之成功嘅。呢一個種鏡頭就叫做 anamorphic lens。不過咁而家攝影機嗰啲感光元件嘅解像度已經係非常之高啊！拍出嚟你想愛闊銀幕好簡單啫，你只需要事後 cut 走上下兩部分咪得咯。個解像度大到你中意整幾闊都冇問題啊！點解呢種鏡頭仲存在呢？而且都賣得幾貴嘅喎？其實因為佢拍出嚟嘅風格係有啲特別嘅，例如嗰個散景呢，人哋嗰啲圓一點點圓形嗰啲光點呢，其實佢係呈現橢圓形嘅，同埋好似呢啲咁嘅圓光 flare 嗰啲效果呢，啲好貴嘅鏡頭呢，成日都標榜話呢，佢哋啲鍍膜 coating 呢，就可以盡量減低呢啲咁嘅圓光，但係有啲人覺得呢種咁嘅 flare 係會令個影像呢有啲特別嘅味道嘅。不過呢啲藝術呢啲嘢就好難講嘅。總之呢，而家都會有人用呢個 anamorphic lens 嘅。至於我買呢個手機用嘅 anamorphic lens， 我都係貪得意買嚟玩下嘅啫。因為咁啱行過間實體店，見佢賣剩一個，仲有特價添，而且都係幾百蚊咁啊，買嚟玩下咯。其實仲有其他嘅外國牌子都有出同類嘅產品嘅，但係價錢就會貴好多啦，大概1000幾至2000蚊度啦。不過我始終覺得，因為呢啲公司咧都唔係出開專業嘅相機鏡頭嘅，佢只要出手機產品嘅。我諗嗰個鍍膜啊，或者啲鏡片啊嗰啲技術咧，應該係唔會高得去邊嘅。所以如果過1000蚊嘅咧，我就絕對唔捨得買。好，等我下次拎呢個鏡頭去測試一下先。咪住，提醒大家，如果你用 ProRes 呢種 file format 嚟去拍攝影片嘅話，你初睇咧個畫面咧係好似白茫茫一層霧咁嘅樣嘅，你係要事後喺啲剪片嘅軟件度咧，經過一輪嘅調色咧，先至翻一條正常嘅影片。原理 RAW 嘅檔案咧，好似一塊完全冇調味嘅肉，而 ProRes 咧就有少少調味啦，但係你要將佢整成一塊好好食嘅肉咧，事後仲要搞好多嘢，不過都係值得嘅。至於用咗 anamorphic lens 之後咧，個影像壓扁咗嘅話，感覺上咪好難對焦咯。唔緊要嘅，之前講嘅 Blackmagic Camera App 裏邊咧，係可以俾你 preview 嗰陣時咧，揀翻個比例咧，會同你拉翻長睇嗰陣時候拉翻長佢啊。當然啦，事後剪接嗰陣時都係要自己再拉翻長佢啦。感覺上好似好多手尾跟，咁其實係值得嘅。好似啲廚藝高手一樣，竟係想攞一塊原始嘅肉或者調味好少嘅肉嚟自己烹飪，咁先可以顯得出自己嘅功力噶嘛。